乌族社区长辈们活力十足地跳着舞，6年来持续参与艺术课程，在这天终于毕业了。成果展作品以庙宇为主轴，用潘丽水画的门神延伸做成小玩偶，还有以舞蹈姿势做成一对一对的水狗牛仔与黑狗熊。人大汉了，人较侪岁了，拢多多少少会小可记忆较无好啦吼。透过这个课程吼，咱会让伊较延缓伊的视意。失智安呢？奇美医院积极响应高龄社会挑战，推动台南市失智友善社区行动。除了让长辈从健康促进到社会参与，更透过艺术课程邀请失智长者共同创作，实践失智者也是创作者的理念。那我们失智的长辈，其实他们就是对于这种艺术的导入，其实让他们是非常有就是融入他们的兴趣，融入他们的文化。那我们希望从一个失智症的长辈，从一个被照顾者的角色，让他变成是一个记忆的一个传承者。每一个失智者伊每一天的心情，有当时伊所想的、所看到无同款吼，所以用色吼嘛会无同款吼，所以讲伊逐天每一处的作品吼，老实讲吼，拢是非常的生动吼。展场一件件的作品都能看到长辈生活记忆的创作展现。奇美医院透过艺术、人文与健康结合，活络失智友善社区照护资源，未来将进一步拓展至仁德区，真正落实在地老化。记者是怀谈的报道。